咱国内家己做的头一只畅水艦海鲲艦，昨正式公开。这专案小组的调集人黄曙光，进前亚康讲有立委阻挡畅水艦的制作，佮把资料提供给中国的大使馆。前海军的顾问郭曙就点名讲，这个人就是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。马文君是强调家己的清白，要求黄曙光把话讲好清楚。 点名的立委跟厂商都不知道是谁，你们自己去猜猜吧。捌公布有立委伫阻挡尖水艦国造国家资料等候中国大使馆，毋过黄曙光二被接受访问的时阵，无愿意讲姓名。前海军顾问郭曙直接点名国民党立委马文君。马文君就是那位把所有资料送去国外的国家什么安全调查局啊、安全局的。 然后把我们所有的朋友都通通抓了，有立委或者有军火商，甚至有出卖情资给中共大使馆，这是严重的叛国行为。黄曙光出来说清楚，到底是谁？马文君讲，这种影响国安的严重指控未乌白承认。民进党立委陈文平伫面册写文章，要求检察官爱主动立案，调查是不是有立委泄露尖水艦的机密事件。无调查，就是法务部失职。 社会上所提到的特定对象，我想没办法评论是否为真，是否为假。一面指控者可能要提出证据，另外一面我会建议司法单位应该要介入调查清楚。那有必要在编列预算，再用这个基础再去编列必要的预算，那立法院一定会来支持。民众党立委邱成万表示，家己制造尖水艦无应该伤过着急。 重点是爱确保后续尖水艦会当安全服役。尖水艦是属有战术性的武器，对台海防卫有战略意义。朝野立委未少表明支持尖水艦国造，各讲相关的预算原来会严格监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